它的品牌是韩国的品牌，是 S9的手机。我认为你以及你的团队的品质格调是如此的糟糕，怎么会没有经过任何的求证就对外公开的发言？这不是一个台湾当今正常的政治人物应有的示范。这一张照片就是提供给我照片的人他自己本身的手机所拍下的照片。可以看到提供我照片呢，就在手机里面，而且这边时间显示的非常清楚，是2019年2月4号23点32分，这是真真确确、真真实实有手机拍的照片。它的品牌是韩国的品牌，是 S9的手机。现在的手机科技都非常发达。当时这一个也去 Club Med 旅游的这个人，他单纯就是因为看到一个名人，而且刚选上市长的韩国瑜出现在巴厘岛，他单纯看到之后觉得很惊讶，拍了一张照片。爆料人本身他是一个很单纯的生意人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他是跟家人去巴厘岛旅游。我知道说韩国瑜市长到现在为止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来说，到底他所谓的国家机器的监控，还有说不是手机拍的，是专业相机拍的，到底是哪一个专业相机拍的呢？还是有哪一个国家机器的一环是谁指使的？这个人在哪个地方服务都没有清楚举证。韩国瑜市长身为民选的市长，更是现在代表国民党选总统的总统候选人，他的发言如此的草率，我认为你以及你的团队的品质格调是如此的糟糕，怎么会没有经过任何的求证就对外公开的发言？这不是一个台湾当今正常的政治人物应有的示范，而且还用转移焦点的方式来误导视听，这是一个总统候选人应该有的格调吗？我请韩国瑜市长尽快公开来说明，谢谢。